今日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7月初5。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1篇，撒母耳下传第5章第1节到第10节，哥林多后书第11章16到33节。今日的主题是毋通看轻人。会甲人看轻的人，基本上伊是一个骄傲的人啦骄傲的人通常拢毋是因为家己是偌尔厉害来骄傲，迄伫心态的顶悬啦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话讲，迄个一桶屎半桶屎一直啜啦就是讲你物件若底满你基本上无啥会振动，黑白臭单骄傲你底一半桶即个半桶水你行路时就会切来摇啦这就是咧形容讲骄傲基本上甲才调无直接的关系啦当然嘛有真侪人因为足厉害来骄傲的嘛有啦但是大多数咱所看到的拢是因为无啥物物件就因为心态上的骄傲，看轻别人，也是看轻某一种的现状。咱若对大自然来看，以及这目前世界咧面对的种种武汉的肺炎的这个病毒来看，咱会通常常看到这个报纸也是新闻咧报道，讲某一个关山顶悬一寡人安尼这个失踪啦这个咱咧讲山难啦甚至有人死亡啦但是你注意甲看足侪即种受难伫山顶悬受难的人，足侪是迄种爬山的高手，也是讲教练啦咱知影迄个潜水伫水内底咧游泳的这个人，通常呢出代志拢是一寡真牛的人，因为因感觉 OK， 我有法度对付。但是伫一个真无细致的这中间伊就会出现一寡问题甲困难，拢会直到死所以同款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安那家己伤骄傲，认为讲我就会使，所以看轻迄个情势。这一年偌久来，种种武汉的肺炎起初，当然种种有意的欺骗全世界以外，其实西方国家也有一点点看轻种种，认为因无有才调，有这个能力。但是，就是因为因无有才调，因伫这个病毒，听讲是偷体来，我毋知影啦就是讲，因用这个病毒，因无才调去控制的时阵失控，然后就借着因的野心，借着因无才调，然后就甲这个病毒扩散佮因为佮欺骗嘛这种的情形其实佮较危险啦就是讲无才调的人去用这个物件拄安尼以外，其实拄开始的时，全世界真优秀的这个防疫的专家，因嘛拢看轻，也是讲错误的估算这个疫情。有真侪专家伫当初时拢讲这着搁另外一种的感冒的形式安尼尔啦真容易控制，也是讲真紧就过去。看轻疫情这个错估这个情势，互这个疫情安尼咱一爆发就无法度去控制所以全世界的疫情是真严重死亡人数嘛真严重嘛因为安尼即马真侪国家拢咧真注意印度的变异的这个病毒的传播这是上届无是一个好现象啦相信大家对台北开始高利亚的代志应该拢真熟。高利亚会败，其实100%就是因为伤过骄傲，伊看轻台北。
因为伊用正规的军事的判断，即个囡仔屁啊，身材也袂迄落，也无啥武力啦吼，也是整个的战争的气势，咱讲以色列军队吼，也未战到已经成败啊吼，伫遐就真无有即种气势的即个情形安尼吼。歌利亚不但看轻大卫，也看轻以色列的军队扫罗王。所以伊挑战以色列人，伊安尼讲，恁出来排阵队伍做啥？我毋是非利士人吗？恁毋是扫罗的罗卜吗？恁会当对因中间拣选一个人，互伊到我遮来，伊若会当甲我战，将我杀死，我就做恁的罗卜，吼我若赢，将伊杀死，恁就做我的罗卜，吼，做阮的罗卜，来服侍阮。这是记载伫撒母耳上卷17章第8节到第9节的经文，所以咱会当看见歌利亚是偌尼的骄傲，看轻以色列整个的军队，但是伊无想到大卫会出怪招来攻击伊啦，然后伊就被打败，就被打败。这个原本安尼真安尼。严气真悬的即个非利士的军队嘛，因为歌利亚的破败了，就安那，就规拢败去啊吼。所以今仔日个经文嘛，甲咱讲，大卫开始要统治以色列国家的时阵，真济原本属伫扫罗的军队拢来投降，但是唯一一个固守耶路撒冷的亚布斯人，因看见大卫，因即个情形甲。当初是歌利亚看见大卫甲以色列的情形，非常的离谱。因对大卫安尼讲，你永远无法度进入这个城，因为就算是青梅甲摆骹，嘛有法度甲你打败。偌尼骄傲吼！最近伫台湾的防疫的中间，有一个数字时常被提起，叫做157。因为有这么尼悬的 IQ 的这个地方的领导者，一再看轻中央，看轻疫情。伊安尼讲，我毋免做疫调，毋免做攻略吼，几礼拜吼，我着要互伊清啦，安尼啦吼。即句话甲亚波斯人甲大卫讲，连青梅甲摆骹拢会当打败你，我牧师感觉足共啦吼，意思共款吼。但是全国确诊的人数大多数甲伊领导的城市有关系，而且伫这2天这个城市对第2名、第2济变做第1济的一个城市确诊的人数保罗对骄傲的哥林多基督徒讲着讲，我搁再讲，什么人拢无应该甲我当做牛戆的。说属恁甲我当做牛戆的，我就甲我当做牛戆吧，我通好来夸口一下吼。我即摆所要讲的话，毋是主所要爱我讲的，我安尼讲一点都无成一个饭桶吼，咧分家规啦吼。虽然有遐尼济人摕俗世事来夸口，我嘛来夸口一下吼。所以伊着用安尼方式来，其实伊毋是要夸口家己啦吼。咱会当搁继续看迄经文吼。保罗的意思就是讲，无有啥物通夸口的啦，啥物人拢会当夸口，因为即个代志吼，逐个人拢嘛有嘛吼，这是无需要的。保罗讲，骄傲才是迄个真正的牛戆的人。迄毋免用头壳的，所以咱若继续去看落去的是，咱就知影讲，保罗所夸口的，毋是家己的身份地位，也是伊是倒一种人。伊所要夸口是伊为着基督的缘故所受的苦难。伊讲，我的工作更较辛苦，坐监的次数更较济，我常常受鞭拍，无真济的性命的危险。我互犹太人鞭拍5摆，每摆照拍39个互罗马人用棍甲我拍3摆，互人用石头拍过1摆，3摆搁拄着海难，1摆伫海底来挣扎过24小时。
坐摆旅行的中间经历大水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对犹太人甲外邦人来的危险，搁有都市内底的危险，风暴野外的危险，海洋顶悬的危险，搁有假兄弟姊妹所造成的危险，这是上尾仔讲的，这是上严重的啦吼。伊佮讲我伫工作顶悬有危险，常常规暝困袂去，忍受邀饿，欠缺食物，无有住的所在，无衫通穿。这佮免讲我为着逐教会的事来挂虑重担，逐工缀伫我的身躯顶。其实会通明白保罗咧讲到遮个代志中间，伊为着基督所受的苦，拢无算做是啥物。伊所要夸口的，就是遮个尔。但是上严重，就是拄着伫教会内底遐个假兄弟姊妹，也是讲用耶稣的话讲，这假冒为善的。哥林多教会遐个骄傲、看见上帝罗卜的人，就是安尼。保罗去继续讲什么人有什么人软弱，我就无软弱啊；有什么人失错犯罪，我不满搁忧闷。若是我必须爱来夸口，我宁可来夸口，迄个显示我家己软弱的事，就是头前咱读的遐个经文吼。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迄个永远会着受恶恼的，伊知我无讲白贼。当我伫大马士革的时阵，阿里达王手下的总督派警卫守逐城门，要来掠我，但是有人用大的耙对城的窗仔口将我甲推落去，我通好逃脱对伊的手出来。咱要夸口什么货？咱要夸口咱较厉害吗？咱要夸口咱做谣言吗？传播谣言吗？伤害上帝罗卜保罗吗？来掠伊吗？看见保罗的身份吗？伊的服侍甲伊的呼召是基督徒应该做。伊安尼甲侮辱的时阵，现代教会信徒敢会有安尼的情形？我想这是今仔日所要互咱来提醒的。其实时常发生啦吼，因此咱着爱警醒祈祷，免得入地迷惑，亲像主甲咱教示的。对伫遐个错误的事，咱无论安怎爱保持恬静。咱保持恬静，伫遐毋对的代志，咱保持恬静的时阵，咱甲参与伫其中，其实拢是得罪上帝。基督徒千万毋通看见当工上帝的罗卜，以及咱所面对的济情形，甚至咱讲病毒。